家家有好事。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希澤偉。我係燕燕。伊愛攏講哦，我今日啦去做發湯嘅時節啦，我做韓國甜筍，久冇看到甜筍咧。天孫哦，哎，自從廣州之後，凍久冇轉天孫呢。哦，又係清朝末年。哎，沒有那麼久。哎，以前啊，你做待到長蝦嘛，啊看到人。犁田呐，還講做農師啊。我跟你講，以前我們都很討厭那個牛什麼踩田的味道啦。你看啊，劈到個水稻草啊，米心啊，就會什麼啊，這才是我的氧氣。哦，就是你的小時候。係呀，跟你呢？我咪係啊，其實我細細個時節就係，踩在溪邊。然後還有抓蝦抓魚啊，然後跟着大人在旁邊玩泥土、玩稻草。怎麼可能？你一定是穿得像小公主啊！哎，馬莎謝謝不是阿爸那個小公主。講嘅咩錯吼？像阿老母以前咪係安尼。唔講，你阿現代時代，那馬莎會去做農事？凍少嘞吧？係啊，唔講懂懷念吼。係啊。唔講係攏講，你啊就特別用力去尋到菜地小農。哦，用力找，厲害哦！看佢當後生，唔講吼，佢做農師做當機。哎呦，咁實實咧，看你出力清楚。看你嘅公主也係幾公主。分享我們的在地小農謝淑仙，淑仙。主持你好，你好。來，今天來搶下試下東西，清爽啦。給你來談啲好嗎？嘅，莫先生，溜溜球，要先湯圓啦，要先過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快啲血嚟搶物嘅，一批嘢搶強埋面試哦。啊，識血嚟搶物嘅，強麻糖，強麻糖，強麻糖，有點辣咧，有點像出強麻糖啊，出強麻，甜啊，甜甜安尼，有識到物嘅香味冇？那屁呀！屁呀！我屁呀屁！哪個明星？全部係先係冇禮貌。冇啦，佢係成氣都好嘅，對吧？有一點點。係人家故做強麻糖。強麻糖。喺強麻糖，喺強麻做嘅。真嘅強麻做嘅。係佢真嘅強麻做嘅。如果我冇加粉，乜嘅都冇。一般人做強麻糖，我加乜牙加粉牙做嘅，撲嘅當盤嘅粉，我強麻做一些些咧。如果學我講啊，因為我做自然農法啦，我做自然農法，我強麻要上去濟啦。啊，種去乾渣按太條，按太條，大家有聽唔錯嘛？用自然農法，自然農法係咪意思？對，自然農法係話做係冇用藥嘅，冇用皮，我就我自家採種咩，我自家留起來哦，好，全部都自家來。啊！你認我做槍客家人講嘅牛嘅樣嘅呀，頭大大去犁田啊，嚟到拼人嘅田就唔掂嘅種嘅啦，慢慢嚟做。我就想講，按後生自然農法，我講正經嘅，你有時開始做田師啊？韓盲上學校讀書，唔會拿筆，以前我先拿腳頭。也做係農家人，你看因為冇像農家人，但農家人嘅樹存出來騙唔得哈，兩幾樹哈，你從個樹啊，你全部上，我講，哎，我媽媽你見笑，唔係愛吃，冇，我攏講，大概吹一下，看到喺做乜嘅事情都有那個徽章，人家樹出人家徽章，對，所以我們農夫的驕傲。真的，唔係邊客家人啊？我冇啲客，我冇啲客家人，我冇啲妹，先做嘅先條。對。我冇看過安尼來賓吼，哦，加貴嘅啲嘛。今日我想喺數你而且係自然嘅生法。唔分啊，來弄洋氣來啦，自然的表達方式啦，嘿，種下嘅研究係很快樂的說法。跟唔冇講你係乜嘅呀？呀嗬，我人家客家人都懂權聽，每一東西可以搞鄉下嗬，一邊做就用咧。我同佢芋頭乾呐、酸乾呐，學佢茶米鄉下冰條，學佢肉冰鄉下邊自然發酵，發酵以後再冰落去，20條曬，5條烤，曬烤，然後冰嘅個茶米代替去削嘅生鹽嘅東西，打嚟泡，因為嗬，按散油脂嘅東西啊，佢本來是一杯茶安尼嗬加。就是我們按油膩。你真懂吃，很自然呢哈。因為芋頭乾擺神，擺到就揚出嚟啊，係啊。講到油，就煮菜咯。嘿，先嚟煮乜嘅？今晡日好當簡單，前夜不卡是好剁幾盤啦。剁
出来，做用剩嘅東西，用一就唔識一樣嘅啦，就冇浪費啊。佢嗬，佢做順存嘅順管嗬，前一年10到嘅順管來，分叫阿姨要用好食嘅菜。廣東朋友，省得乜嘢？做乜嘅菜講病咧？嗱，見邊我頭嘅做順啊嗬，循環利用我樣講。循環利用來順來用幾條腳嚟可以強下利用來煮，順飯嘅名嘅出來咧，名出來，人講順飯順。吃啊，你名嘅去甲靠去甲。順飯順哈，對，好，循環順啊哈。對，先做乜嘅？一下嗬，因為嗬。也好，哎呀，做順咪好，呀，農家人做順，嘛該做哪就用鹽去滷去就標的，唔會快。我洗以前洗下啊樣哎，我要先泡水。你係乜嘅順啊？呀，6足順啊。6足順，當好食哦，總唔食個涼拌沙拉順。你一定係泡過水嘅未嗬？還要可以燙一下啦。哦，燙一下。嘿，燙過嘅足順嗬，等下炒嗬，把佢香下甜。基本嘅順誒要按度，就酸鹽唔是上一下酸鹽當歸我啲啦，唔好。一生到來嗬，唔好食唔香啦。你講你4天嚟種很多菜，一嚿種酸條嘛？有種啦，我種嘅冇按醬啦，我想嗬放入隻冇啊個醬底位啦，這我唔敢拿來啦。按你講做的，曾經係東農村嚟，嗌阿婆煎嘅時間，俺出家嚟啊嚇，來出家下來，來，俺出家下以後嘛，好，來，好，應該哇，旁邊咩開火？好。你還有雞油，你還冇買人嚟食咧嗬？冇買人，做哪有利用我啲雞油啊，啲雞會凍香啊。啲就炒菜咩做的？係，對。誒，你高湯先準備好未嗬？係，我先準備好哦。差唔多一100兩樣擺面。嘅油嗬，油我炸出來呀，熱天嘅呀嗬。油炸出來。對呀，油我先備出來。誒，請講你一下聽看雞油按度。也冇嘅好啦。唔會講吧？你睇講我一般咩啊？講佢是正經一格4天，迄一格鐵啊嘛來。這個鐵啊，有得煮麵嘅，也都有香嘅喲。有香嘅嗬。有香嘅喲。好，來啊。係用天數啦。有香啊，香嘅哦，批到嘅哦。係乜嘢哈？你一100兩樣買去啦？一100都貴州唔炒噶嗬，一變開嚟噶嗬。炒到嗬貴質嗬，竹筍鬼皮嘅竹筍全部要本要爆到。我炒到1兩係對。明，係咁講。聽阿姊啦，乖。阿姊係咁講。誒，你啊時間咩冇按到？跟住100個幾多兩時哈？上都要到10啊。10係冇彈槍式嘅，天咯。好啦，係要上到啦。哎呀，唔敢唔難啊，唔敢下班咩？我再忙咩？對嘛？誒，唔按講，但是上講嗬，來木下注釋來留料咩冇甜。係啦，冇甜啦。你自家啲木下甜咗。講我按你咁講都是，我啲聲我等生啦。對，都冇花太多時間都呀。你聲還在生。係呀，所以人家冇花太多時間都呀。所以龍媽媽講，你係差唔多100咯，差唔多3個時間去叫。他嗬，像人家要按慢嘅火，按高嘅火爐來講嘅話嗬，他用5分鐘仲變嘅啦。量冇按到啊，都差唔多啊，按嚟一定嘅量咯。量較多啲就當然時間就較長嘅呀。好，人家水滾嚟。看一下哦。唔該。你一天要準備好嘅係冇？團隊嘅，我按跳嘅嘢，按客家莊嘅聲音就按跳。對呀。哎呀，阿姊。那要先變好嘅。變好嘅變好第一個係拿喺旁邊咯，問大家看一下變好有乜個差別？講啦，你看變好變得哦，個油哈，這實就冇按醬。你看一先變嘅當光當醬啊，油料咩塞落去嘅啊？係啊，做塞落去。係啦，對。哦，佢變好應點樣嘅啫？變好一下嗬，按醋俾湯雞嘅全嘅雞嗬，嘅雞湯啊，按做打嚟用啊，加咗誒，混啲骨，掉落去。一整件幾油咧啊！唔啱，我們合音嘅講好嘅呀！你好，你整件係幾油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卡度咧雞卵嘛，哦，你條長嘅，你條啲地擺度，真有面絲，嘅滾嘅就掉落去。嘿，對呀，我想買多多嘅聲音嘅嚇，或者可以上課可以講學一雞湯樣嘅煮樣，叫妹講。
哎呀，你那个请问一下，那个鸡卵无鸡较软哦。他说吼，因为我吃麻无吃公诶，所以无鸡较软。这个你最懂哦。要个 B B。生日爱要死咯。伊讲吼，我妈妈等下去个吼，哎快炒店啦，叫总么点一胎盘安尼啊，讲你啊弄毛咯，很奇怪，叫因老变因变啊，变毛。今日跌落去嘅咩？係睇貨呀，寫貨。睇貨啦，吼，睇貨棍，差唔多棍幾嚿啊？做蒜吼，我講做蒜應棍應好食。係啊。係，一樣都爛時菜。爛時對，爛時菜佢滾到好，滾到好。誒，我講誒，麥雞菜是全部準備好嘅，最後要學家貨滾佢安尼。麥雞菜吼，佢鐵雜煮，鐵雜炒，好誒，你就可以標喺旁邊，去準備下其他菜。等到其他菜全部上桌嘅以後，啊，貨滾佢。哦，1點鐘正唔睇人講講嘛。阿靜啊，你看做薯片那張，真緊要菜懂是哈。哦，這一門做個人講，誒，幾條腳我點可以啦？來，幾條腳來，不用。加講嘅幾條腳啦，當中了啦。係啊。其實人講幾條腳嗬，有啲人唔敢食，不過佢混腳加骨頭係軟嘅，軟，所以件好食咯。加膠質嘛，膠質都啲啲啲。好，安尼鉗骨嘅係嘛？哦，鉗骨差唔多係幾嚿。我幾嚿嘅時間，人家講嘅咩？如來坐店嘅一細色嘅一杯咖啡來，我哋一般1點鐘嘅時間就做得啦。1點鐘嚇。對啊，1點鐘啊。跟等下。我們就準時下班啦。跟等聊個天，聊個天以後咧，1點鐘哈，1點鐘。1點鐘之後，1點鐘之後。1點鐘到咗啦，你先嚟食薑麻糖哈。哦，嚟食薑麻糖。哇！做得嘛？係盲食嚟嘅，係盲，係茶青葱嘅一盤。很多把戲呢嘛，嚟上下。誒，係茶乜嘅？很茶。茶乜嘅？茶乜嘅？茶葉。嘿，聰明嘅客家人，嗱，人家都咬出去嘅味道。用冰料嚟調味。好。有看到啊？有看到誒，哦，我想我想雞油沒有鹹的，不用按豆漿好。好，好嘞。如印色印寬咩？我做蒜好印棍，我印鹹。哦。對，所以好鐵板都用嚇。因為做蒜要入口咧。係入口嘅。我看嚟用片頭真係咩做得冰係呢個鹹菜啊、泡菜啊。對，冰泡菜好食啦。這個都已經係咩客家嘢？係咩客家嘢唔可以企到呀？哦，嚟做得嚟好啦。跟住下，啊，撞起來嚇。撞起來嚟。跟住下，按樣我哋撞。嚟，嗌嚟。啊，好豆皮。哦，做得哈，阿你哈，有經驗哈。唔緊要食，很多循環筍，一天本太個看到筍嘅，係嘛？係，對筍啊。筍呢，嗌好食咧，兩多乜嘅？幾度是啲杯落，幾度是落，係蠻勁。應該細時節最好是啲雞卵咧。真嘅，也係好食，係啊，媽婆嗬啲濕嘅時節，一睇到講炸咩？我條條嘅戲哦，我特別攞阿婆講，唔講人太上啊，露台落冇糖到。好嘅料本就錯嘅。條條嘅本意思。我講你係煮麵線嗬。濕粒糖泡落去，真嘅，然後就煎一隻亂爆，係做你冰蛋糕。你其實因為意曬咧，安地雪咯。係弄講係好靚嘅，兩個一天都地色啦。係啦，對，做得咧。好，做得哈。來，本意掉做得冇？我係掉啊。我哋盤嚟做得冇？哦，很強嘅盤。呢個係亂講。龍太家講我，有拖錯人多嘛嘅？順飯順，沒有跟他講咩？嚟食啦！脆筍啊，先生係冇看過安尼組合嘅，當然
迄啲總得樣係前台做得沙皮嘅。哦，做得沙皮嘅。蝦公做得出來咧，而頂嘅嚟蝦公學咧就係先攞去切斷葉。斷筋。攞去斷筋。喺見面嗬，我睇下到睇下到春湯嚟做嘅方式啦，貴州筍嗬有口感又甜，嗬蝦公又甜，貴州筍又甜，其實簡單又好食。強下來，強下來。還是。哇！哎呦，1點鐘就電咯，按叫哦，你講加強馬桶啊都識得咧。識得咧嗬，得啦。你先啊？媽媽，你要問1點鐘叫我睡得很斜斜，我講2百個水，要睡大概1天時間，食個涼拌沙拉。對，錯嘛？對。我冇想到做得安尼做安切咧，好食哈。真健康生意，你識咗嘛？你係六十歲，我麻到你入過之後，你就寫個按煮呢個漢梅毛咧，我佢帶出它的甜味出來了，很甜很對甜。我家想講我福卡鹽事前都你不用。對，有湯都剛啊食點米，是我喊嘛。甜咩？真健當甜，係雞腳啊，雞湯。係雞湯米湯，全部含玻璃都地瓜。你真健講咧，嘛個難食菜，馬啥先？要整件爛食菜，都每一禮拜呢，太麻煩來，慢慢明年10千年。我整件越食越搖咧。開胃。你是個唔辣色就炒嘅拉啦。色但係講唔見邊大家嘅麻筍60歲，，60歲，厲害嘅麻筍，貴族歲，貴族筍，冇空樣嘅雨哦。後春筍的貴族。真嘅，你會選咧竹筍公主，你聽名？阿爸咪冇生得好啊，愛難啊。愛牛肉，愛咖啡。因為我講在地小呢，首先只帶來東西暗好，切乜個煮出嚟搞料。今日煮出嚟葉菜嗬，厲害咯。係啊，你講厲害冇錯啦，佢講厲害。你天厲害嘅啦。淑賢姐煮呢個小鮮肉，好唔好？哦，我要再聽你哦。盧尊彬阿邊個？中意嗎？中意嗎？真係。貝貝啊！跟人家是個循環水，秀妍記懂厲害哈，在地小農，講話很直接的，超猛，來。好唔好？快唔快？睇你講。不，你看那個直接哈，小鮮肉做咩嘛？啊，做的，做的。好做，好啦，開始要做嘛？先講做嘛？脆筍鮮蝦培根卷。脆筍啊，鮮蝦係冇看過安尼組合咧。一般喺呢度啊，可能是要揾唔乾啊，去炒啊那啲。當然喺啲總得樣係前台做得沙皮嘅。做得沙皮嘅。蝦公做得出來咧。嗱，出咗香香哦，海鮮愛鹹，然後兩嘛，貴州筍其實它氣質很好，它的味道很重要。好嘛，來開始做哈。好。你啊貴州筍啊，你啊學師姐當甜啦，啊如果你啲斜斜嘅口感。你喺素賢自己家做嘅係嘛？係。伊唔啲嘛，啲5個聲音。我講唔出介啲哦。矮啲啊，矮頭先啊啲聊搭在股嘅時候就講啊，佢唔介暗呢個。過用暗號這一點。係啊。太搞一種甜冇。是到咧暗號咧熟筍啊。你還蠻會接話，很會聊天嘛。看見整條切豆腐哈。等下實在是啊，切豆筍。做你切好誒。筍呢米好咧，還有咧培根，等下用咧培根嚟爆咧蝦公。爆蝦公。蝦公哦，啊啲嚟先嚟薄殼，譬如殼嚟先薄睇嘅，等下燒腿咧，唔係佢要成嘅啦，哦，嗰啲是落殼薄睇啦。好好食，然後成件就得來停手咧。最近我講佢啊，啲主廚佢非常非常的細心，真嘅。脆筍鮮香啊，吃到啲啊菜名
感觉应该唔免按简单听听吼。哦，唔简单啊，因为讲系培根卷起来，俺来改名，最尾改名，脆笋鲜虾培根卷，好冇？文总，你看怎样？每一个菜都进去了。哎呀，很宽。哇，又牛又肉菜。咁样是溜掉，哎，溜掉，莫不跟地嘛个东西。笑啊！妈妈拢讲เลย家家以後說注射咧，一天唔會抗，一天要甩出來，看佢幾會抗。東倉煮幾道嘅嗆菜，煮會就酸過嗎？冇啦，煮一下大概時間一年四季也就中等去啊，你大概係中嘅人就中啊，好啦，好，三個人用吧。蝦公咧咪準備好咧吼，但是我講嚟揀，是所以記得我嚟蝦公好了頭嘅，先攞去切斷葉斷筋，哎，攞去斷筋，哦，切，哎，切香太嚟咯，啊，日下鋪嘅些菜，就咪煎起來，係冇？斷葉筋，哎。筍子咪要咧，放喺水那裡係培根頂下落去，煎咧下工咧斷筋斷好了。伊講要強落咧都材料，我伊可能都不下川味蔥條又賣落去用啊哈，但是可能培根是漸漸的爆咧三明治體啦，啊竹筍又溫起來個循環順炒炒的，蝦公可能咪實實的，誒今邊吼。到睇下到春湯來做嘅方式啦。那應該你就準備培根，到你係桂竹筍，好桂竹筍就是佢哋切咧口感，哦，呢個桂竹筍哈。等下落嚟係蝦公，用愛，建議咧，哦，等下蝦公嘅。蝦公之後擺落去，係蝦公。有粉色有黃色，等下公煮一下又變粉色。講是咯。蝦公嗰時咧嫩，啊竹筍時咧切，上面啊口感。因為個培根有鹹嘅，古時講也唔是不用買鹽嘛，可以用咧，好壓超個嚟凍起來。哦，係咧固田，好咪嚼睇。你今日幾包油愛開放嘛？要，差個不幾，嫩燒樣嘢。那種咧要調燒，因為蝦公它係上來不幾，甜嘅泡。就像師傅講嘅啊，竹筍太假如混豬腳啦，混豬肉啦，按你包起來，我知道我今天上抹開米絲，我想唔出來，就像我等下煮出來，我就好好嚟試一下。竹筍搭配嘅海鮮嘅味道，係啊，應該你是做菜啊，是講先何種嘅東西，先嚇要刺嚇，再過來咧要香味，啱叫咩？刺蝦公，嚇香味要咧培根嘅味道，還有搭配東西沒動重要是，佢啱啲係桂竹筍，嚇有口感有甜，嚇蝦公有甜，桂竹筍有甜，其實簡單又好食。好。咁依啲啊準備好一號咧嚇，東西定下時咧，佢做咧用泡嘅，然後用泡嘅，嚇。咁依啲啊，泡以前我先準備好嗰啲嘢醬，叫醬來表下。先至看好，好，我都一天咩要做結醬係嘛？係，我要做結醬。要咧甜辣醬，甜辣醬，會做甜辣醬喎？唔好，我會買，甜辣醬是靠嗰啲好食辣就變好多啲，有啲辣辣，唔好就變好少啲咁好。還有黑油膏，好。有固定嘅比例嗎？有，你看結醬係2，好甜辣醬是1，醬油膏咪2:1。做嘛冇愛用調油呢？其實黑油膏特別好鮮，鮮啦，你果多嘅食材，這樣做得搭着那個食材。因為這樣子用同到調油啊，喺這邊都醬鮮。哦，你係見孬孬嘅嗰種感覺。係用調孬是用到水，配啲，哦，配啲水。係知道調孬啦，有啲人講結醬會買到辣嘅啊，醬辣揾到水。係，還有咧，而家嗰啲嘢，哦。你可以香料，客家最強嘅香菜，鹽水嘅，香菜嘅。家裡阿梅全冇強嘅。加一下就冇強嘅。很多奇怪哈，結醬一天要有鹽水嘅，係，就一天當就變到當好食嘅。當香加嘅香味。
要讲，你系口感袂当住嘛，你讲喺豆腐唔好，你系切到喺暗处，你讲，你系溜你系口感啊，你系口感，你看溜点哦，哎，都點解我唔物計吼？你食得到嘅口感，你一種按簡單就做好，你阿想破嘅係冇？係油差唔多幾多？油產到咧，油溫差唔多幾多？產到係800到200度咁嘅，產到嗰啲先到你係。差不多哈，吃看那吃哦，做得不容易嘞。哎呀，师傅我就会讲一看，哎，小片鸡不开哦，台州哦，来一般，一般碰地下生了。可以啊，哦，如果你讲你说，哎，你有冇卡唱歌最多年下叫你？叫有拜差唔多100以上的潘發拖，你唱嘅叫做潘發拖，潘發拖，就順便都會食飯啊你。哦，順山食飯嘅。佢咧係下工凍夾啊，哦培根啊本來是熟嘅，啊貴州筍未熟嘅，佢是下工要熟住到的咧，誒，因為你托喺下工咩一起一號，哇，該每看到風風就這就走出來咧，走出來咧，哇，很強哦，他把你搶贏，他說要兩頭菜，死機了，他假如不知道我行死了，佢下工凍夾，嗬。一下子好，一下子好嘞。哎，這個標誌哈油起比下哈，起下油哈。哇，佢下工真係凍醬咧。係，你看啲梅，跳跳水溜啲梅。誒，師傅，你佢順嘅葡萄米是不走聽冇？唔係唔係，唔係吼。葡萄啊，因為嗰啲跳下要用咧800到200度嘅咧溫度，好高，可以泡一下哈，其實。熟一下，好，那樣做筍子咪好甜，又會好吃。唔過冇葡萄酒哦，因為佢本來就係熟嘅吼。哦，我關係啦。好，關係到一個潮頭要大一下，係啦，然後壓潮嘅薄踢。壓潮薄踢。佢師傅啲種出唔是講煲這個開下睇到本佢備要出來。其實嗰啲真正是穿大煲，見大煲都係泡咧，係。好，你用啥強下來完成哈？好，等下炒個薄踢，擺盤擺上去。啊，食材要醬吼。按呢就有功勞咯。你做啲新家真英文看出來。你看，哎，簡單的，你看是從散紅東西裡，你看竹筍、蝦公，還有培根，但是冇用的。放水哈，哎，讓你爆一下，泡一下就，哎，變盤做菜啦咩？哎，還是要小現記，其實唔可以用那自然農法，吃也唔好用到做嘅，就是下工切啦，哦，肉切。有點全部表面都可以炒啦，就會啦。哎，你沒做的是的。中央醫師3都是底外中央。你看，等一下啊，反正會循環就好了。對啊，哎，東西冇浪費就好嘅。不過你真件要傳達嘅觀念，真件係就是環保啦。係啊，如果今日做講看，我細以前看到講咩動筷子，色香味啦。哎呦，我夾到一堆花嘛。我諗我打翻幾兩，我都見掉，咪驚跳繩。今日做啲弄唔掉啦，唔掉啦，我是跳一種香菜啊。你做係醬料，因為講嘅係川燙嘅菜嘛。按你加一皮哦，加50皮。你要加我加法你。哎，好嘞，停少啊，停少。龍體嘅幫你偷出人多嘛嘅。脆筍鮮蝦培根卷，看嚟先啦。
今面爱做家了用另外做造型啊，哦，佢啲嗰啲哦，每個面剪一孔，剪一孔，變拗過來。做瑜伽是超好。這個秋高哥一直做的，好棒哦。對呀，韓國幾老嘅又扁開來吼，那個魚肉整個會吸附到那個湯。那吃了料根本就叫魚躍龍門呢。我係加嘅男士穿下腳。哦，都是要嘞，都是要嘞。很聰明，很足哦。很強啊，講實。喺聞下咧醬，係。你啊，下講嘅米撈培根嘅米哦，用強下。我講到做水嘅甜。係呀，這肉起來就幾種純正正當條。你批檔好食哈。買到多啊，培根要當合。冇，因為啊。竹筍的酸甜，然後加培根的鹹哦，平衡掉。故說講咬起來又脆脆，我講喺冇竹筍啲嘅地杯度，來吃到佢真嘅冇按好食，唔像俺平常食到嘅樣嘅，你啊比好食鹹啊好食。真嘅，貴竹筍嘅菜。佢帶出嘅下講嘅香甜，嘅甜味撈佢帶出來咧，下個聞一下嘅酸酸就辣辣，好係嘅結椒，係真嘅，真嘅當厲害嘅。真嘅啊！有創意哦。小賢姐，你食下用買？好食都唔會講法，所以點點顏色，同埋呢個點好食可以點點顏色。跟大家講嘅真件要嚇，所以講做起做半日落公司，差唔多半年啦嚇。要開始嚟啊！要開始嚟啊！我會送你哦嚇，我同點我。啲人講嗬，唔帶按好食嘅筍嘅，執個來就筍嘅，好嘛？唔講按乜種筍嘅。係啊，種筍嘅人就驚唔識筍對吧？好，OK，麻竹筍。麻竹筍，平常時麻竹筍你做乜嘅？門筍湯添嘅啊，唔好牙白哦，擺得看見樣嘅邊，好嘛？麻竹筍係咩食起來有啲腐腐，係做啲腐腐嘅。清淡哦，如果佢當太油，太軟肉啦，當軟肉啦。誒，你三今日講都強啊，佢都唔可以強嘅，唔會。唔係強哦，準備好嘅呀。你啊筍嘅咩筍乾咩嗬？係筍乾。跟住做乜嘅？梅枝筍乾燒香魚。肯定要慢點咯。好。來啦來啦。哦，來煮。煮之前我有問題啊！乜嘅問題？我印象中嘅香魚啊，你啲譬如講你食燒烤店嘅時間，我食喺地北度有嫩嘅嗰種，叫香魚嘛。係用誒母香魚，係母香魚。媽香。母香魚。完了，我都吃了媽媽跟小孩，跟呢一種咯，一種係公嘅。公嘅。其實係講緊呢個做乜嘅料嘢嗬，係用緊乜嘅東西樣嘅啦，係可以用烤嘅時候咧用緊係用麻嘅啦。用麻，因為是嫩嘛，我講肉較少，皮鮮啊睇就是嫩，你說講嘅肉較多，肉較多。呢隻因為嗰啲咁樣嚟頂下，我睇隻家用翻嚟撈咧，當撈嘅骨頭拿睇，我用破嘅，所以嗰啲係用呢個公嘅做得啦。當然嘅骨頭我都冇麻煩嚟搞呢個嘛。我頂下隻家咧用翻個骨頭拿睇啦。你上次講燒烤嘅，呢其實味咧係燃，嚇，啊，可能直接攞皮。哦，叉嘅做做咩事咧？皮未當我要嘅膠質，結果咧打上睇咧，喺邊個隻家用翻嚟切魚背咧就係先嚇，切下魚，切下魚。啊，生意數哦，都會懂理哦。炫姐，有冇看馬路中有香嘅嘛？有鼻頭啊！你好，很傻皮啊！我鼻頭啊，我連水啊，我冇香唔好食啦。然後係嗬，你一白片咧嗬，嚟切開咧，係就看到骨頭嘅嘛。別來後邊個來執個100。變那個來執個100，同樣嘅方向哦。香嘅肉有當當嘛？有沒遇到，但是要係好睇，好魚翅好睇記啊，所以放嘅睇啦，好，強龍2片出嚟切開來，就看到骨頭哦，骨頭我哋我冇切斷哈，冇切斷，那一啲係剪刀，拿剪刀來處理，每骨頭就在剪的，哦，直接剪嘅，對，骨頭剪的，好，這咪剪的，頭浪每個連嘅地方剪的哦，係，睇嚟。嚟下佢哋出咗嚟，吃嘅很簡單哦。要聰明哦，冇嗌上講，你冇煮過用把那骨頭拿出來。你看，
落一回一粒啊，切开来个，是让你骨头是处理起来，หั่吼，等下还有这个。今明爱做一家咧，用来做造型啊，做造型，嘿，再个剪一下，真紧。因为种到上去串汤是安样。哎，你开菜诶，你讲咱温顺干样年轻诶，哦，你用嗰啲，哦，每给你剪一块，变熬过来。做瑜伽就超很。哎，做瑜伽，还蛮想做瑜伽，哎，你超买呢？哎，你不给，掉了，哎。跟你好，刚刚吃个动一下定型，等下我你泡一些是不是好酱？哦，你看，哎，等下泡下一个，哎，等下是，会，是不是最白白的样子呢？哎，哦，安尼一讲哦，哦，这个搞的一个一百，这个搞的看清楚，预备了啦，乖了一刀。莫切断哦，记得莫切断哈，是练的呢，动用咧骨头，因为看到咧咔咔咔样嘢上哈，那边个来咪强咯，好，这个来100。哇，你五个酱的肉一盆哦，哎，哦，我有糖落上诶，骨头会切断，好，切断来，好，这个来切断，肉莫切断，还有剪刀来剪那一，好，挑剪，剪下去，后背咧度哈，咪。去剪下去，好，你拿骨头处理它。跟我拍的五个妹做得用安尼方式来。其实穿做的，嘿，其实穿做的，而且讲那啲香鱼咧太细好如何处理啊？因为好太美哦，因此好太美出去，像是从头家吃下做。对，好，香烟哦。香烟哦，带下剪一只空，剪下空。慢过来。别人过来做瑜伽，记得来通做哦。这个出个个一直做得。你看，这个样动一下，好，所以不去定型啦。好，哎，哦，哇，动架，安尼就处理好诶哈。哎，样子是处理好嘞。好，慢慢又好起来嘛。师傅教我动清楚哦，我大摆你讲来，家以后是煮东西做唔得空。嘿。你大家撩妹啊哈，其他我要睇下要先那个处理好啦。好，哎呀，处理好咧，我来切一下咧姜麻，好。姜麻，你係筍乾哈，切咧姜麻，然後迄筍乾伊填來變嘅東西。哎呦，還有喺啲配到咧要梅啊，吼，喺別嘅姜麻，哦，別到要。好，啲姜麻哦，係用麻油做的嘛？未做得，但是一般啊，你會先變到一般嘅橄欖油啊、摩沙拉，先不去煸。煸到有香的時間，麻油讓煸下去。係哦，已經堅持本師傅。我麻油吼也煸下去，些煸長球啊，以為糊多。嘿，好嘞。好，叫嘛是細火是煸下去嘛，好，然後一片啊，你是來好咧的香魚啊。跟油分差唔多幾多？有。差不多咪180、200，等下你可能阿球個表下，看佢咧泡泡的狀況。哎，你阿球個阿跳掉水，先好沖掉水樣面哈。水又唔會哈，唔會危險哈。好唔會咁危險。因為你要天氣嘛哈，媽媽講，因為天氣做唔得，對把氣都借我變好來哈。你看樣面是從嗰來泡咧熱狗感覺。有槍哦。哎呀，魚兒水中游，想唱歌咯，唔係唱嘛？魚兒水中游，哎，冇人唱下去，好，幫佢鋪，下一片是咧煸咧姜麻。你個姜麻會煸到嘛？個倉土。其實煸到不跟小哥照樣子做得咧，哦，照樣子好香。哦，對咧。安尼有好多誒哈，產多啊，你麻筍乾，用落來。哎，用白米麻筍乾，乜適合夫婦啊？因為佢長佢寬一條走道啊，都長嘅就是。但係咧要細個應該，因為喺度炒一些，吃皮豆咧，乾甜，你睇冇味道。皮豆你調嘅米絲。
一般啊就较无麻生麻水，因为慢讲，要讲，因为麻水人家讲较利啊，60岁较唔利，会刮胃，系啊，我骨头哦就较爽骨头，系真嘅。还有阿婆以前有讲，较爽骨头，不过很懂奇怪呢，讲到顺讲来说好食啦，还有一些过敏源没顺呢。对，有的医生。来吃到料理后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懂中医的观念，就是吃对季节，然后不要过量。系啦，嘛就做好位啦。有遵循到自然农法哦。我炒的不给都没出来。哦，聽佢講嘅呢啲係本為十個為輔導，所以係大咗啲梅啊，綜合一下咧，紫蘇梅。哎呦，韭菜有啲糖，你講吧。其實你做出來是想在變魔術咯，你是要你一點點東西加落去，你用水煮出來成個是冇可能咧。俺媽是多麼按沙皮哦。來講好奇嘅梅頭哦。爽色哦。調油跟這個加一樣哦。其實唔是搞，係咪？你一筍乾哦，來曬些佢咪用冇燃，要用燃咧，你一點點調油。佢因為先啲炒講，人家調嘅梅頭淡埋出來。還有我知道，你煮梅嘅時候一定要加調油，唔好加鹽。好，加調油就調為米絲。好，那麼加水。哦，按到水。差唔多係傾過嘅香魚啊。好，睇下變下。好。水變下去啦，你係變了咧，香菜好，你係冇切過嘅時咧，伊睇見應該定下吼，好好托起來，好方便托起來。你加啲香梅，味道，還有一點點係米酒，米酒，哦，還有一點點湯，好湯嚟變下去，係湯匙嘛？唔是哈，是係湯變下去。你乜嘅時間掉落來？等下筍乾頭煨要10分鐘哈，調拌嗰啲是嗱佢好，嗱向下變下去。哦，變下去，泡熟咧，效果最下咧係筍乾咧醬啊，一下子好咧，因為煮香球啊，有係綿綿咧。好些東西一天一定啊，等下15分鐘左右，冇這塊啊。對。哎呦，啲呀，效果非常哎，我哋一吃到吼冇太薄唔怕。这一方会做的哈。哎呀，來，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加15分鐘啊，香港唔嘅哦，冇泡太久，知道嗎？可以老太。我說我哋等15分鐘時間呢，你出籠啲唔嘅吼，拿起來。嗰度也要跟金黃色樣顏色做的，最主要我幫佢定型啊。好，你睇下調個第一個唔會有熟嘛。啊，不用落去。哇，做菜也可以美美的。沒錯。我幫你醃梅，係幫你醃梅，好棒哦！係啊，香港見到嘅肉扁開來吼，那個魚肉整個會吸附到那個湯。那吃了料根本就叫魚躍龍門呐！那係咪安名嘅吼？啊，伊食過那個湯啊，梅啊，燜一下哦，燜一下。其實要泡過嘅好處是，佢凍袂做啲啊醬。你煮啲筍乾嚟咧梅頭，佢凍袂做啲啊醬。係一下子要是要梅頭咧。好，你一個傾一下。你下去練一下開放。改傾一下。天可能我係溫嘅東西哦，未做得凍架子處理好，唔會像我嗌講，本來上個溫筍乾，睇下循環筍乾做熱點鐘，解係難食菜啦。難食菜咧。懂啊！你啊做泰菜啫，沙皮一下。我用講，日本人唱，太假向下寫一條，我攏我來個冇卡一殺一條，有冇一殺一條？一殺一條，佢咧冇感覺，感覺冇強落嘅。起來咯。其實樣切一下，蠶豆是做得咧，做得咧哈，蠶豆做得咧。因為你煮到香球啦，小哥煮一下，個梅頭是。然後講係都市安謠，應該先聽上個，我係加嘅難食菜客夾。解係嗰啲葱頭係可能搭串是做一些，你係哦係強硬下係直接排出來啦。香港不下聲音到吼，就塞進門子牆。我未處理睇咧啊，所以你看當方片。對，真嘅係當方片。
哦，你笋干呢算粗大啦哈。粗大哦，诶，黄的冰上去，冰上去。哇，你挺厉害嘞！来。哇！那上到加你不用那个盐水的也有作用哦，对地拐度哈，只要淋一点汁，哇！冰上去。黑暗酱哦，一下唔掉，还一般几掉，一般水，来，你用到假水，来，龙太太到，你啊，那么该猜，梅汁笋干烧香鱼，接下来先。一些黑有点笋干油，梅子汁的底杯度，对，完全解腻啊！你还可以吃八尾鱼，那唔是，就讲细细一个小细节，这种东西嘅口味米西也好，用也好，推上最高。真嘅，我聽人講，海芒是多麼按沙皮，真嘅我已經沙皮咯，當面啊，小太。三方面空的，咪唔壞。人點會嚟到愛無公樣嘅咧？要食到愛好食嘅東西，按自食。來，給我食龍白的有麻毛強樣哈。你看應該要先食個筍乾，要把不卡的東西啊。還先是筍乾，筍乾呢後背這樣食，應該冇上到咁樣吼，按盤按好食，應該我哋阿說講筍乾咯，因為食魚嘅吼，其實肉嘛，一聽到食到啊，就是肉啊，會有點太多。然後講大家食一些黑嗰啲筍乾油，梅子汁啲底杯度，完全解腻，我哋還可以吃八尾魚。那唔是，啲香氣吼，安尼起來，啊，做嘟嘟好。意思就係紫蘇梅吼，用阿姨到去加滾動作。係咧，佢伊個濕度咧，變到撈筍乾咧乾香哦，誒拉出來咧。係啊，呢喏。最重要嘅呢，就係你係在大陸嘅啲係吼馬筍乾。佢本來有點糊糊，不過呢，一食落去，佢點到有一隻清甜味，佢輕輕嘅筍乾嘅味道慢慢散發出來。它可能係你改肉之後，它把它帶入到那個食材裡面。就講細一個小細節，這種東西嘅口味米西也好，用也好，推上最高。真嘅，我聽人講，海芒是多麼按沙皮，真嘅不應用沙皮咯。當面小台仔用半款哦，你改媽煮筍，不然你改盧俊斌大廚愛用煮用半款。我說點會好，真係好，有搞到隻熟悉到隻老師，好，你到線上來搞，真嘅，你我張碟哦，筍乾都拿來燜，來煮筍湯安尼聽嘅呀，三方面空的，咪唔壞，人點會嚟到愛無公樣嘅咧？要食到愛好食嘅東西，按自食。對你嚟講。你看，正言講唔正言當係上，你正言當係上。你看，對第三檔加工三檔咪，你做農師啊，你需要本太幹嘛養熊啊都？我說地球就一個，地球就只有一個。然後我說要土地哦，做留本後推子孫呐。好，強烈啦哈，對我覺得自然農法就是永續傳承。永續傳承那，謝大姐。對。用慢叫唔計食，唔計上班就係按用傳承啊。你說到我重點，生命的傳承啊，對不對？就是傳承。刺眼，乃是個刺眼，最好哈。係啦，就最簡單啦。什麼意咯？他擺在帶來你農場懂得東西到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原來繼續，好，我養帶過來了。我養。阿邊個咩戲啊？什麼意啦？特別本你驚喜，唔咩強哦，驚喜。咁譬如你結叫冇再去嘢種下流了了，冇去採鹽流了啊，當到時間喺脫鞋，讓到真實嘅土地後，唔想提講哇，原來幾張人都在呼吸。
来吃到吃盐最好，吃盐的成法，你追求你爱天然，你强下冇，天然强下最好的方法还有一只，除非抢时间，速看加油，好噻。欢迎大家来主持。对了，来，谢谢。今日当欢喜，不应邀请来到一个节目地位，同客家的菜来介绍出去。其实我介绍也无乜个难的东西，主要是因为我种的东西全部用自然农法。我希望喊较多人对自然农法的东西，对系亲天康、亲自然的东西。希望系喊较多人知道讲，那东西种出来的东西，亲符合我人来食，等土地等时间，一年四季全部有东西好食，唔会甜唔会酸。也希望客家人讲吼，来到亚大边吼。看人家做的东西以后，还较希望讲做生意按照东西好编吧。我当欢喜讲今日来到遐吼，有一只先生来教我讲做生意按照好编出来面试吼全部无空了。希望今日学到的东西拿转去吼，不家人识到，没识到说原来做生意按好食。